22歲嚟香港第33屆金像獎提名最佳新演員，今屆係第44屆。我希望我55屆、66屆、77屆、88屆依然可以參與金像獎。多謝。梅艷芳、廖子妤，我要好多謝我屋企人，我爸爸媽媽沒錢沒銅，我知道你們在電視機前面看，謝謝你們無條件支持我的夢想。我由一個人都唔識，到而家我望住台下邊有好多我嘅朋友，曾經合作過嘅對手、導演，多謝你哋俾機會我，好多謝你哋俾我喺呢度做戲，我好榮幸。我嘅夢想喺香港成真，多謝你哋親埋我玩，多謝。屋企人喺邊度？邊度就係我哋嘅屋企。愛見啊！廖子妤首次入圍最佳女主角，就成功奪獎。呢段時間我個人好亂啦，我一路喺度消化緊呢件事，因為好多人就話我係大熱啊，或者係好睇好我啊，終於我有得提名，我係好驚，因為我係好怕俾好多眼睛注意，但係奈何我好中意做戲，我好中意做嘅嘢同我最驚嘅嘢，佢係一個好相衝嘅嘢，但係我就係一個好想試下，因為我覺得人一世物一世，我好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頒呢個獎俾我，多謝投我嘅每一位選民，多謝你哋投票俾我。我22歲嚟香港第33屆金像獎提名最佳新演員，今屆係第44屆。我希望我55屆、66屆、77屆、88屆依然可以參與金像獎。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 Fish 廖子妤，我好中意做戲。